房委會早前向2024年白居二買家發出批准信，安排喺居二市場購買未補地價單位，將會逐漸帶動居二交投回升。位於屯門南嘅兆麟苑又能唔能夠受惠呢？相對私樓又有啲咩優勢呢？呢個兩房單位實用面積401尺，業主喺1993年以30幾萬一手買入單位，今年8月以260萬放盤，早前減價至250萬。呢邊實用面積就可能會比私樓會大少少。譬如你話可能同價為例嘅，可能300零萬喺屯門區買個私樓咧，可能實用面積係大概300尺或者300零尺度。咁但係如果呢度補埋地價咧，就都可以買到個401尺嘅單位。客飯廳近120尺，外望公路景，開窗之後難免會聽到啲車聲。主人房大約70尺。另一間睡房就細一啲，大約47尺。代理認為居屋補地價嘅關鍵就係折扣率。兆麟苑為例嘅，咁我哋而家呢一個補地價折扣率大概33% 度。咁如果你話兆麟苑咧，最高個補地價咧係大概去到46% 嘅。廚房牆身沿用舊式白色瓷磚，明顯使用咗一定嘅歲月。30年以上，室內裝修你自己都要再處理下啦。有時裝修就豐儉由人嘅，譬如你話一個兩房，可能你20-30萬，咁你都可以執到好基本啊或者好企理嘅裝修。代理又提醒，單位首次發售日期會涉及按揭成數。咁一般如果銀行咧，其實 over 咗35年嘅話咧，佢只可以做到8成按揭。譬如呢一度32年啦，咁可以做到9成按揭嘅。咁按揭年期較早前都放寬咗啦。咁其實而家按揭年期，譬如兆麟苑為例咧，都做到大概29至30年嘅供款年期啦。代理話兆麟苑嘅二手放盤量相對充裕，大約有45個，但係因為喺自由市場上冇咁活躍，令屋苑嘅成交量喺近呢2個月只係維持喺大約2宗水平。之前主要對象都係得啲綠表客嘅多啦，因為白居二未出啊嘛。其他熱門嘅居屋啦，或者係龍門居啊、富健嗰邊個綠表成交就會多啲。不過代理相信喺白居二配額增加底下，兆麟苑嘅成交量將會提升。至於屯門區新盤市場會唔會影響二手交投？代理認為客源各有不同，部分居二客人或會轉投喺私樓市場，佔比大約係1成以內。